来到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要透过客家人在生活中点滴体现的客家精神和文化，要让您爱上客家。今天我们要从客家花布开始探访客家文化，但是这客家花布其实很特别，因为它有2D 的效果。这是在新竹的拼布艺术家云淡哥，让万紫千红的花朵就这样跃上了画框，同时甚至攀爬到了国际厂牌的自行车上，让客家国际化更进一步。感动时刻就要和您一块来欣赏。新竹湖口老街洋溢着复古风情，传统的客家花布从这里出发，登上国际舞台。他是拼布艺术家郭韶庭，大家都称呼他云淡哥。从事艺术创作23年，独创客家花布结合蝶谷巴特法式拼贴。郭韶庭将客家花布上的牡丹花裁切下来，经过塑形，再一片一片仔细地拼回去，这就是蝶谷巴特法式拼贴。而他说，最困难的部分就是构图了。我们希望看到的人，他能够一眼看出，它虽然经过你的改变，那他还是知道说这个是来自于客家花布，就是花布里面的崛起出来的图案。那个效果、那个意义不能让它失去。花布上的牡丹在他的巧手下绽放，栩栩如生。它有点2D 的效果，有点立体的效果。即使手上到处都是创作时受伤的疤痕，郭韶庭坚持把最代表台湾精神的客家花布推向国际。因为妈妈是客家人，也使得他对花布有一种独特的情感。家里的床单、棉被套，那衍生成为我们把它提升成为艺术层级的一个作品。不只是一般的装饰品，还能结合玻璃餐具。艳红色的牡丹开在金沙般闪亮的盘子上，好像吸口气就能闻到花香。还有代表客家意象的油桐花，也仿佛一朵一朵落在水面上。小小的工作室里，每一样都是郭韶庭的宝贝。当中最特别的，还有这把结合了客家花布拼贴的铲子。我们保留住它的绣，代表花布的久远的生命。那现在我们的拼贴的手法赋予花布新的未来，那这是一个我想营造一种传承吧。还有这一台小折，就是西班牙品牌车商特别看重郭韶庭的创意。客家花布上的扶桑花跃上了脚踏车，郭韶庭要让客家花布再次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，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光芒。客家的传承鲜活了花布上的牡丹，跃上驶向海外的铁马，洒落光滑玉润的瓷盘。韶庭的蝶谷巴特拼贴出客家的感动时刻。